民众朋友食饱未？老哦，师平平安。安。咱今仔日来到对啊，即个咱想要看咱要讲，这是台湾吗？这个是台湾伊个脚只，这个甘梅林脚只走台湾的全部。走台湾的全部。咱一定讲即个江伟林讲3礼拜啊吼，大家敢会记得？为伊来遮来有啥物代志啊？青梅人吼，伊做青梅人的学校第一间。是因为伊看人目睭去互乌出来吼，来个今仔日要来讲吼，伊个食啥物鸟鼠肉，真厉害哦！伊个脚只遍行台湾全省啦，全部啦。对台北淡水，一直行落来到台南。是，对台北行来到台南，用行的呢？就一面团道理啊，佮走入去埔里的山地。是，所以为虾米伊愿意安尼做？而且吼，一个外国人吼，是讲中国人啥物肉拢食，但是外国人看到这，伊嘛是甲伊食落哦，真正有厉害诶吼。所以为虾米咱爱看到最后？脚只就是遍行台湾甲澎湖。伊到每一个乡村，伊若到遐为着要尊重乡村的人，不管因是高水准啊，低水准拢不管，就拢甲因共款的生活，上好甲因讲共款的话，食共款的物件，安尼吼。所以伊伫人请伊食鸟鼠仔肉，伊嘛食。即摆讲无物件通食啦，伊甲伊同伴的人拢总无物件，着食鸟鼠肉。为着要安慰逐个人，伊讲其实食鸟鼠仔肉有哪袂歹啦，芳芳啦吼。伊即摆另外一个乡下吼，因为为了要款待嘛吼，因感觉狗仔汤是上营养的、上补的。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候，阮兜有哪时捌请人来控狗家，就是讲迄狗仔吼，甲规只了咧控甲拢安尼个，讲安尼就是补药啦，食了身体会用，所以狗肉是真营养。对所以因食狗肉，你看狗仔汤煮来请甘梅林，甘梅林感觉这是保育的保育动物，然后这是无咧食的习惯，嘛是家啉落去。佮有一摆个食番薯配糖，糖看着会惊，为着要尊重因的人，因为掠准安尼，因掠准这是足好车要请伊即款的好的。遮尔好诶心意，互人会当有即款诶安慰，伊就甲接落去。伊就是即款诶人。为虾米安尼做？因为圣经有写吼。咱来看圣经章圣经内底有讲讲哥林多前书9章21节即保罗写诶讲法外诶人，我就亲像法外诶人，要得到法外诶人。其实我毋是伫上帝诶法外，就是伫基督诶法内。法内意思来讲，是基督外邦人，还是信耶稣诶人，就是安尼分啦。是外邦人，还是信基督诶人，安尼分。伊讲其实我嘛是保罗，有哪是犹太人有哪是信基督诶伊相信上帝毋是外邦人伊讲其实我拢毋是，但是伊去外邦人要传福音，伊就当作伊是外邦人，安尼咧共传，无讲我是啥物人咧传9章22节讲软正诶人，软正就讲伊当捌诶代志也较少，伊可能捌诶代志是毋对诶。伊就变成有哪软弱诶人，有哪同情因所认捌诶。虽然因毋对，甲伊教无毋对，安尼内心到底袂通甲伊侮辱先甲伊接纳，然后我甲伊讲话
我就真做软弱的，为了要得到软弱的人，逐号的人，我真做逐号款，一概是要救人。因为圣经有安尼教示，所以甘为林伫台湾传道理的是共款，到每一个所在、每一个场所，伊拢较好嘅人，伊请好嘅人嘅款；善良人，伊请做善良人嘅款。每一个所在，伊拢安尼做。这是伊传道理，甲愿意放落伊家己嘅身份。这跟耶稣嘛做像诶吼，伊耶稣为着要跟人讲话对无？迄个上帝变成人吼。对，迄个上帝变成人诶款式共款人诶食苦，共款有艰苦。今仔美花姊是第一名哦，要来问看觅观众朋友有人食过了厝仔肉，佮狗仔。这有虫诶吼，即本拢是单调啊。你但迄阵诶人是做营养诶对吧？讲这是上好诶，要招待人诶吼。所以你敢食无？安尼，我是毋敢哦。佫有一项代志哦，毋但是做啥物人吼，伊佫有反抗迄个公义伊即件代志对以后真有帮助咱先来讲一个就好。伊惊讲伊路见不平啊，路见不平就是讲看到无公平诶代志，伊就跳出来讲，伊就跳出来主就是伫遐来帮衬迄个，就是讲甲迄个讲白贼诶，甲伊拆破就对。伫1878年3月一只美国商船，迄只叫做 Forest Bell， 就是讲树若美人号啦，商船伊伫南湾，台湾诶南部遐一个叫南湾，伫遐家己互掂落迄只船然后伊就讲，伊互原住民来抢货，伊个货物拢互原住民抢去。伊船掂落，所以伊就会当请求保险。刷落伊个会当向清朝诶，就是讲台湾诶政府清朝赔偿，因为恁诶人甲我诶物件抢去你是咪爱赔？所以伊就安尼就伫迄个恒春诶。什么即摆叫做馆长啦，伫迄个政府诶所在，要求赔偿。毋过甘伟林伊知影即件代志，伊拄路，伊行路拄经过遐，知影即件代志诶确实诶情形。然后伊就做见证讲，伊无影互人甲抢，因为原住民无人甲伊抢。抢物件伫对你嘛找无证据，无人甲伊抢是伊家己掂落所以伊就。甲即个欺骗、即个诈骗集团即个欺骗的案件，甲伊讲破，安尼台湾的政府就免赔煞咧，伊就爱去互人伊算咧犯法，即个船长算犯法，这是美国的商船，一个贪心的商船伊就处理即个代志。无想到讲百几当前嘛有即种诶呢吼，毋是干那即本尔呢。咱叫做诈骗集团咱即摆有咧讲，即摆有咱足济所以圣经讲迄个世间无啥物新鲜事无新诶代志，无新诶代志，这是真诶吼。我本来想讲，即个诈骗应该是即本诶人较有诶代志安尼，无想到讲一阵诶人一前诶人这甘牧师伊嘛真勇敢伊毋惊去互杀呢毋惊去互迄个算乌社会诶人欺负。伊就是真勇敢毋知你看伫白水溪教会，太无死用棉被掂出来，家己个选择，伊个继续迄个传道理。厉害，人家伊烧教会，烧甲伊险着去互烧死。对，但是无死伫台湾继续，伊拢继续一点都无惊。即个就是迄个港口安平，因为较早所有诶宣教师要入来府城传道，要入来拢对安平港入来。为即个港入来，就是即个北港即个港入来，对即个港出去。咱即要讲甘伟林就是对安平港
坐船啊，哦，坐船，迄只船是挪威的啦吼，挪威的船啊，会帆船，啊，着对安平港出发，啊，出发要去淡水拜访马介牧师，所以就另外伊出来啊，迄阵因为风势啦，就讲风的关系哦，你对西边要去。驶袂行，因为迄是帆船嘛，帆船爱用风，迄阵呢，风就爱可能就爱行一条路，甲会走较会紧，所以就对安平出发，就对南极就是恒春啦，对台湾的南部，然后一直驶去到淡水，伫遐拜访牧师，拜访牧师以后，佮往迄个牧师就是马介牧师有陪伊往行诶，安尼一关安尼了行，行到新竹诶南边，就是即卖香山迄个所在吼，伊就倒转去淡水，甘袂能个家己继续行落来，咱看我写诶是1872年10月，甘袂能伫德马泰医师甲信徒诶陪同，第一届向中部去传道理，这第一届啊。我当时讲安平港坐船啊，这是第二届。伊第一届就对台南出去吼，当然用行诶出去到中部传道理啊。就行到底呢，到台中大社，迄阵大社伫台中诶神宫啦，神宫迄个所在，就对大社内社就是苗栗诶三义，甲埔里，伊就走去到埔里，你看对台南去到埔里，这是伊第一个传录音。甲丁马泰牧师医师，因为迄阵诶英国传道者伫台湾诶，就是丁马泰。伊是医师，甘伟林是牧师，伫南部佫有一个叫李修牧师，咱知影迄阵啊，迄当阵就是即三个人吼。来1873年3月，伊坐船，拄则我已经讲了啊吼，伊就坐挪威的船啊，帆船驶对南部去到淡水，到1886年5月，甘伟林佫去平湖，伊团队咧台湾行了，佫无够佫行去到平湖。观众朋友去过平湖，足少人去过平湖。我有去过。去平湖来到1898年2月19，伊有担任中英中二的代理校长。这我都毋知影，虽然我有读过中英中二，咱以后来讲头前的校长拢是英国人。拢是英国人。伊对台湾的贡献有哪真大？是。这是甘伟林伫台湾传道理的时阵哦，我佮讲伊有一届伫埔里社遐咧行的时阵哦，其实埔里遐有足侪叫做食番啦，就是讲食番就是会当甲本地人做伙来往的原住民吼。因咱叫做食番嘛，伫遐有33个乡社。伊差不多6000人啊，拢总伫埔里诶位埔里迄个所在伊分做33个所在，一个所在行，真危险。有一届拄着，伊佫有一届拄着遐个食人诶番，食人诶原住民，真危险。但是后来拢过去，因为发生足侪代志啊，迄个记载内底拢有写，但是咱即摆就是讲大约，咱知影讲，伊对北边往行落来到台南，是安那行过每一个所在，你看伫新竹、伫苗栗，落来到彰化、台中，一直落来，伊伫遐每一个所在拢有发生真侪代志，建立教会，伫遐来做团队的工作，咱来看。
西台湾一认就对啊！老师，我有发现即个哦，足久以前咱讲过，观众朋友嘛会记无？即个是迄个什物翠荷金啊？兰的时阵，荷兰迄个时阵，对，即个是翠金啊！行诶路共款诶吼，行路共款，但是荷兰迄阵是为着要去要找到迄个西班嘿牙，因为西班牙甲因是对敌嘛，是对敌诶哦，国嘛。因是要去用西班牙占北平，因也要去，所以就去。哦，当然后来西班牙离开以后，荷兰就有伫北台湾诶所在，有建立教会。即荷兰时代啦，荷兰诶是个牧师去。是，这即都是个是英国诶哦，咱今仔日讲即个是英国诶，英国、荷兰、西班牙，对，就是讲两个，即个甘维林牧师，咱想要找金条安尼吼，伫逐个所在拢有建立教会吼，所以呢，咱讲伊是什物青美人诶老爸，教育之父啦，蒙人教育之父就是青美学校创设诶人。甘维林牧师伫台湾工作有46档。伫1917年，伊迄阵76岁，伊感觉伊已经老啊，就转去英国，就退休就对啊，转去英国。伊倒转诶时吼，伊诶厝拢卖了啊，因为为着要建立迄个青美人学校，伊甲钱拢奉献啊。伊诶厝也卖掉啊，所以伊转去英国无财产，所以就伫波兰叫做波兰茅兹波兰茅兹，迄个所在租厝伫遐住，住4年后，伊就过身，伊也待伫遐，所以伊诶墓就是伫英国南部诶一个城市，叫做波兰茅兹。就是即个即个所在是，就是即个所在吼，听个讲伊老诶是无钱，所以这是租诶吗？伊租当然毋是一间啦，是伫内面，这是一间学校啦。这是即个地区啦，即个所在。是即个所在，所以伊租即个所在来住吼。敢有人遐尼戆诶吼，就是讲伊家己诶钱拢用了，即份诶人拢讲爱啥物，爱存较济钱，爱趁较济吼，以后老诶时，对，老诶时较袂足可怜即类。但是伊拢无为家己想吼，而且伊若是无为家己，佫是为即个，堪伊也无啥物血缘关系诶台湾人吼。为了一个理想，就是伊做人诶理想，为上帝诶福音，为真理要打拼。这是无简单诶代志吼。去征求上帝诶国啦，伊诶国毋是伫人间诶国，是上帝诶国。所以咱讲伊是甲伊诶钱吼，寄伫天顶吼，伊伫天顶起足济厝哈，上帝帮伊起厝安尼。未去过澎湖吼，外国的澎对，我会记我有一摆吼去迄个澎湖，来迄阵是高中，就是去遐唱歌啊吼，因为我做个新船啊，对无？老师就讲迄头前迄个岛就是啊，结果吼，反正爱开1点钟外，迄个风足透诶安尼。来老师就一直甲我讲，我一直吐嘛吼，老师就讲迄个岛就是安尼，我拢想讲好，你要到，结果拢还袂到吼，所以为台湾到澎湖诶中间吼，足济岛诶吼，足济小岛诶吼，有闲会当做伙去遐参观吼。咱后礼拜呢，要来讲一个故事吼。一个以色列最近吼，跟巴勒斯坦对无？因咧战争吼，毋但是什物以色列去互去互死足济人啊吼，5000几个炸弹吼，安尼甲伊轰炸吼，但是迄个巴勒斯坦嘛是去互轰炸吼，即阵就是听讲迄病院啊，拢炸了来。足济变成实习医生谈遐啊，就是足济人哦，
希望啊吼，到底为虾米因要安尼整？为虾米到底这是啥个毋对吼？为虾米要整遐尼久吼？为啥几啊百当前，几啊千当前，伊得冤甲即文安尼款吼。好，所以后礼拜继续来共咱做伙来讲即个历史吼。所以咱嘛特别为即个战争来祈祷，咱的俄乌战争还未结束，即个一个新的吼，希望咱的世界吼都像迄甘伟林牧师安尼，伊是牺牲家己，吼，迄是老师，就是讲无为家己来想。看当的是天国，毋是人世界的国。是，来看世界的话吼，战争就一直袂煞吼。啊，咱即个节目嘛，希望咱家己吼，观众朋友会当搁较了解家己的故乡吼，知影你是为倒位来吼，拢会当搁较爱上帝赐互你的即个所在，即个土地啦吼。啊嘛真欢喜吼，咱会当用台语、闽南语来讲圣经吼，看上帝心意，看咱的土地关系吼，啊嘛真欢喜会当看到观众朋友，多谢来捧场的人，多谢老师，咱后礼拜多谢台湾8:10，泰国7:10，我即阵伫澳洲，已经10度啊吼。已经开始寒呢，希望大家人吼拢会当平安，多谢，下礼拜再会。